来，东哥。我知。来，不要搞这个风流。然后这是停止搬运成绩。这是段考会包含地科吗？就是这一张3期。来，因为那个波光作用讲完了啊，其实那个右边的停止搬运成绩讲到一半，好，我们来把它完成一下。来，我们有讲过啊，有4种力量，停止搬运成绩有4大因力，这部分大小啦，没有分大小。我给你们学习单就有这个图表啊，你可以用整理的。也可以用心智来哪4个？这没有顺序啊，流水，再来风啊，然后呢，冰川、海浪。你可以看到这4个有3个是水，对不对？流水、冰川跟海浪其实都是水啊，只有这是空气嘛。可是我们在风化作用那边，我们是直接讲水，直接讲空气。好，我们讲它因子的时候，我们直接讲水，直接讲空气。而且要来加变这流水，这有风，这有冰川，这有海浪。因为我们上次讲过，那边是静的，对不对？停下来就叫空气嘛，空气跑起来就是什么？风了啊。水静止就是水嘛，水跑来就变河流嘛，就变冰川嘛，就变成海浪嘛。好，所以基本上是大面啊都可以动。好，然后我们就根据上次讲的侵蚀、搬运跟沉积。啊，一个一个来讲。上次有讲过一点的，来流水是什么？流水的侵蚀作用，流水是侵蚀作用最重要的力量。啊，因为密布的河流日夜不停的流着，就好像雕刻刀一样，把土地、石头这样一路切割，一路切割，所以这个滴水穿石。阮以前爱读咧文化基本教材，我做无聊诶，拢读咧孔子讲的话。前几天在孔子的那个嘛，不然前几天为什么放假？就孔子诞辰纪念日嘛，928嘛，教师节我们以前高中要练孔子讲的话，然后以前有一段话，孔子讲话都很难懂，不然我现在写一段，我看你们。懂，那这是高中的啦，你们国中对学过这啦。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不舍昼夜。谁可以翻译这一段话？不会教师，并不会。这种翻译，是这跟我们今天讲的有关哦。然后接下来讲，孔子站在河流旁边，看着滔滔的流水，他很感慨说：“逝者已经流过去的水他要来隐喻时光啊，时光就好像这逝去的流水一样不舍昼夜的你，日夜都不停的在流。这就我刚刚讲的嘛，流水日夜不停的流，接着国文老师科技表出来请翻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同学阿妈讲，这个死掉的人好像我老公，白天跟晚上看起来都很像。老师看你孔子看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个死掉的人，然后老公白天晚上我都很舍不得他。
所以以前这个文言文哦，在你去写错，刚刚有文言文，哎呀，写出来嘛，你要看，哎呀，啊无，第一来讲哦，我以前高中哦，最喜欢的课是什么？国文课，而且我最喜欢上国文课的作文。想嘛，我那时候写作文哦，我几乎每一天都会被我们国文老师，我们小时候国文老师印下来贴在教室后面，当做范文就对了。而且我还有一种刻意功能哦，我不管老师出什么题目哈，我都会给他下这论说文，连出那个很抒情的题目，我照样给他写成论说文，我写到老师还照样给我贴出来。所以你真正你这人是来怪才，我出这种题目，你也给我写这论说文啊！你管你出什么题目，我给你写论说文。问题是，你高中你要跟家里说我要念文学，处于一个你要会从上，你要当作家嘛，你要整天坐在家里让爸爸妈妈养嘛，那个作家啦，好，就找不到工作啦，就整天坐在家里啃老啦，啊，所以万一到男生念文组的，不是都是走法律，不然就是女生走上，没有人会让。后来我考上物理系，我跟你讲，人生很奇妙。我考上物理系，新生进去一体检不及格，什么不及格？变色力不及格。所以色盲图，我有一幅看，结果我考驾照就知道了，就是有一点点色弱，所以你正好翻到那一两幅，我就会看不出来。那考驾照，你会拿红蓝绿3块色板给你看。你开出来就可以改个变流嘛，你就这样可以考试。偏偏我们的入学简章里面物理系就给你写说，不得变色力异常。叫你变色力体检没过怎么办？新生入学了，体检变色力没过，物理系又跟我讲说，那你要转系哦。我一听就说。好啊，那我就转国文系啊，因为我已经念师大了啊。我去念师大，我念国文系跟念物理系就是差国文老师跟理化老师的差别啊。国文老师的结束还比较多嘞，而且国文系的女生比较多嘞，是不是啊？我那时候跟我们寝室的物理系的都男生啊，我跟他说，拜拜，我会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要到国文系去了啊。你们以后要介绍女朋友的，晚上赶快报名请我吃饭，后台1号码牌。我就拿着我考驾照的变流黄绿交到系上去，我说你要给我留就留，此处不留爷，只有留爷处，也要去念国文系了。结果我们系上那一年就把我留下，我们有2个同学都是我这种症状，另外一个同学，然后他就留下来，隔年的简章这一条就去掉了，我就留下来念完物理系，然后当了20几年的理化老师，结果他要退休了，我居然又变成一个本土语老师。你看哦，该来的就要来哦，晚了30年而已，人生多奇妙。你不得不感慨，当时没有转去，都一样语文领域嘛。当时没有跳，我现在跳不了。人生实在是很奥妙的一件事。我比赛超多，你说老师你现在教本土语，所以你说不留走进去，你15岁是没有时间求证。我物理系的同学会给我作证我以前在物理系的时候，我就有一项特异功能，我可以把长恨歌从头到尾背出来。我每次都挑战国文老师，你们当国文老师教国文系的，你哪一个可以把长恨歌背完？我那时候就可以背完。我那时候上教育心理学，我同学讲到记忆，我们同学来举手说，
老师，我告诉你，你知道吗？你讲到记忆，我们班有人可以把常歌背出来。我们那教室老师说，真的哦，可以教他背看看吗？然后我同学跟我起来背，然后我就起来背哦。常歌很长，我在那边一直念。结果我同学为什么叫我背常歌？因为我在背的时候，老师很专心，因为他们底下人在走来走去，还有拿便当起来吃的。成绩打混摸鱼啊！就是安尼。所以这就是对文学被热烈的。来，微信，这样定会讲过嘛？我有回回咱尾山形容安尼，两座山中间的河流，这个位就在这里。冰川叫做 U 型谷，上面一个 U 型谷，两块的山谷是有点弧度的。这个 U 型谷咱台湾 U 型谷有我们台湾有 U 型谷。你说为什么？我们有冰河吗？曾经有过，地球上曾经有过冰河期，我知道，整个地球都被封住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台湾有冰河所以你准台湾被侵蚀住的冰河，到现在留下遗迹一堆，无济。你要去那个，我曾经看过在哪里？你从东市走进去，要往玉山的什么八通关古道的路上，你就可以看到这种地形。为什么河流跟冰河会有差？它的差别在哪里？河流那里就是流速很快，可是水本身很软，对不对？冰河讲嘛，整个冰块都顶夹带的石头这样子刮过去，它走得很慢，不过刮的力量很强，整坨刮过去就变成这样。它用流水切割的就变成这样。这是它两个不一样的地方。U 型谷跟微型谷，咱讲冰川的侵蚀，除了 U 型谷微型谷这样讲，后来搬运。中下游会产生鹅卵石，上游侵蚀下来的大石头弄起来很大颗，然后有棱有角的，然后经过沿路的滚动碰撞，它的棱角被碰掉了，这就是什么？鹅卵石。这给我们人生一个启示你人生遇到的磨难都是上天为了把你的棱角磨掉，让你的生命更圆滑造成。你说老师，我不要当鹅卵石，这形容而已形容而已不是叫你当鹅卵石。然后滚一滚，到出海口的时候，沉积了，沉积个是放下了吧？河流搬一搬不动，就把它的沉积物怎么样放下？同学，有小格懂吗？你就倒出来，其实它沿路会放，沿路都会沉积。只是比较大颗的，它流速快的时候就沉积起来，到最后出海口流速变慢，它才会沉积比较小颗。这种沉积物它叫淘选度，淘选度的意思是说，它可以把大小颗的分开了，所以出海口沉积物形成所谓三角洲，三角洲是很好的冲击平原，它可以重东西。为什么？因为它沉积物很小颗，你鹅卵石一起会进入到里面。出海有
三角洲。它有一些冲积平原，它不一定是在出海口啦，它在高山进到平原，它流速就会迅速减慢，这时候就会沉积这一些细的东西下，那个冲积平原。啊，出海口叫三角洲，想要出海口叫三角洲，伊的地形啊形成呢，就是安尼，海岸、河川，波河川出来的时候也变大变宽，对啊，出海通常成这种形状，这是别拉三角形的，这样嘛，这拉三角形，所以这两边就叫三角洲，这个三角洲就是安尼来的，因为出海口这个河变宽，河变宽，来风夹带细沙，日夜不停的吹，一直磨，会把岩石而且它都磨几乎同一个方向，除非像季节有季风换另外一个方向，所以它磨得很均匀。所以在这个风磨石，叫风的石，因为它有棱有角，这个风的侵蚀产生这一些。它搬运成堤岸之后一共就形成沙丘。你也看到类似沙漠啦，例如因为车城也叫海口沙漠，也是四重溪附近，它的地形就真的像沙漠一样，只是它的区域很小而已。但一般的沙漠有沙拉沙漠，沙拉沙漠用沙漠的它没有沙，它纯粹就是土地干裂，所以它会有土地龟裂，这是一种沙漠。两种戈壁沙漠一种那就整堆的沙你那风吹来，你整个被埋进沙土里都有可能。所以这两种沙漠是不一样的。海口那边，海口沙漠，我第我看海口沙漠要做吉普车载啊几个，看起来很刺激。它那个站着，吉普车爬那个沙丘可以爬到45度我看起来好像靠翻车一样。所以也因此看起来很刺激。这一波，来，第三个冰川。刚才我讲过，冰川侵蚀会形成 U 型，它搬运沉积的，会形成一种特殊，因为冰川在搬运，它把沉积物搬运，可是它什么时候把这些沉积物放下？它终究要放下它了人生要学会放下。我建议你看在长门公案其实很有意思。有些长门公案就是讲放下，一个讲一个老和尚带着小三要过河的撩过溪啦，结果看到一个弱女子在溪边茫然无助，老和尚就说：“来，我帮你过河，我背你过河。”他就背着那个弱女子过河，然后过河完之后，大小和尚走了一段路，小和尚耿耿于怀，他跟老和尚讲说：“叔啊，男女授受不亲，我们又是出家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背女孩子呢？”师父跟他回答：“徒弟啊，我过完河就把它放下了，你还没有吗？你还对他念念不忘吗？”很有意思老和尚说：“我放下了，只有你还在想，挂在心里挂在心里。”他什么时候放下？冰川会把它的沉积物放下，就是在什么？它融化。起来，冰川总会融化成水啊。所以它融化的时候，它一融化成水，它是把它背着的大大小小石头一起放下来的。所以冰川沉积物的特点就是大小都有，参差不齐。这对冰川沉积物有一个专有名词。这个题我慢慢小到要翻译这个题，都是拍两了。课本还有注意给你看，这个字怎么念？企业的企，
兵器史。依照好像文化的地方来讲，这个兵制史啊，好像2点水、3点水的，给个10字边啊，也来个建立起它这个兵器史。所以冰川的这个保险度是上歹，最差它几乎等于0，而且没有保险度啦。也就是说，它大小颗全混在一起啦。保险度就是把大小颗分清楚了。来对，就保险度上好，你有嘛买？冰川上烂嘛，对，就上好。保险度最好是哪一种力量？你觉得呢？保险最好是风啊，对不对？风一吹。那个小颗的吹到天高皇帝远去，大颗的滚2下就不动。嘿，保险出来的最好，冰川最差，冰川最差。好，上尾啊点，海印侵蚀，这边就是沿岸，这边就是沙岸，搬运沉积物形成的就是沙岸，侵蚀的这是沿岸。沿岸看过吧？你若去了恒春半岛，什么鹅銮鼻啦，什么对，迄个珊瑚礁的哦，迄种沿岸吼，你若到的吼，脚底很舒服哦，那脚底按摩哦。你脚不小心滑一下，还会倒头子出来呢，会划伤的哎，跟沙滩不一样，沙滩只是它会烫伤而已，市政当中一踩，香港脚会不要而已，沿岸，所以这是开头叫海蚀的，有什么？课文起来。规种啥物海蚀洞啊，海蚀平台啊，海蚀崖啊，个啊，海蚀拱门啊，点，快点，海蚀晒，不，同学，地心引力那么强。这些就，这4种沿岸，那沙岸，沙滩、沙洲，这2种差别在哪里？沙滩跟沙洲哪里不一样？岸边叫沙滩。外海叫沙洲，每一地都全部伫外海，它有些沙洲是有跟本地相连，就是它从一边这样延伸出去可是它中间还是隔着海，你还远远眺着，连七股啊以上，列浪水村那里，到那个外海去，那边又有沙洲，什么外伞顶洲啦，这一些。它沉积在外海，它就叫沙洲；沉积在岸边就叫沙滩。有研究。这个是4种比例，然后侵蚀翻译沉积会产生的地形，会产生的地形地貌。因为大部分后边它都是搬运沉积一体的，它没有分说哪是搬运沉积，也就是搬运沉积这2种力量合力造成的这一些什么沙洲、冰器石、沙滩、沙洲啦，只有勉强流水，有这种东西，有分成，搬运跟沉积，当然上尾啊。叫我讲到这个女王头也有女王头。
它现在脖子快要断掉了，啊，因为这它宿命啊，风化位置。来，咱等到讲146页有一个补充，这叫差异情绪。这个你要讲你还无，咱还未讲到沙眼跟夜眼。这是下一节里面的沉积眼里面，它有分沙眼跟夜眼。它沙眼抗磨损的能力比较好，夜眼不好，所以会造成沙眼、夜眼互叠的这种沉积眼哦。夜眼被侵蚀的比较多，因为它是风的吹或者流水，夜眼被侵蚀比较多，所以夜眼那个凹下去了，沙眼那地方又凸起来了，形成地形的一种差异。哦，夜眼层凹下去，沙眼层凸起来，这叫差异侵蚀。那所谓这一节最后呢，河道和海岸线的变化。来一条河，经年累月的河水冲击，它的河床会呈现平滑的状态。如果有一天发生变化，就会破坏它的平衡，跟化学平衡一样。发生了变化，课本举一个例子，被挖了一个洞。一条河好了，为什么要挖一个洞？采砂石，你知道采砂石这个背后牵扯多少利益？盖房子、造桥、什么公共建筑，任何一个建筑都要砂石，对不对？你只要跟水泥混在一起的，水泥建筑通通都要砂石，海砂不能用。你知道，批的海砂哦，久了那个天花板就掉下来。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那泡泡多可怕，那个天花板柱子那个水泥都掉下来了，那找钢筋都看到了。所以河沙才能用啊，所以采河沙，这为了环保啊，采砂石要有执照啊。问题是你一定又有非法的，非法的砂石场，管中国，你要河川管河川，然后去管那个砂石场。有时候你去取缔那个砂石场，你还会被黑道恐吓威胁，全家身家性命都被恐吓因为只要有暴力的所在，所谓赌啦、色啦，还有这种砂石啊，就成为黑道非法集团去插手的生意所以你只要花欧子康，你讲欧子康啊，我也想不了，我又去那边游泳就不会摔下去，有影响。什么影响？大自然会去补这个洞，它补这个洞，它侵蚀上游的河床去补这个洞，所以上游的河床可以利用靠紧淋出来，刮一层，侵蚀一层下来，去把这个洞补起来好，所以这个河就变深了，对不对？困在那无人没有人居住，你河变深就变深，也不会有影响。是讲无人，你也没抠这个坑啊。可是有人就会做桥，对不对？有桥就会有脚嘛，有脚就会埋桥墩在这个河床那里嘛。现在问题是你被刮了一层之后，你的桥墩就露出来了，甚至还悬空那站得稳站不稳？站不稳。那水一来，这座桥就怎么样？垮下来。来高屏大桥就曾经这样子断掉。当时桥上面还有车在跑。当时淋漓茶叶，死好几个人，那个人都不见了。车子开到一半那个桥就这样子塌下去了还没过半的，那车子就栽进水里。过一半的也抛不掉车子越开，车子往前开，结果我的车子是一直在翻滚然后也掉下去，然后掉到河里就冲到海。这个是
影响河道平衡，造成强度外漏的结果。来，海岸线的平衡，河流带来的沉积物被海流带走，如果它带来沉积物跟它带走一样多，这个海岸线就达成一个平衡。不过一旦影响了海岸线，就会发生改变。什么会影响海流？什么会影响海流？比如说你这边建了渔港，建了防波堤，会影响海流，就会影响它带走沉积物。好，河流带来的什么会影响？什么时候沉积会变多？山上的水土保持不好，沉积物冲下来变多了。什么时候沉积会变少？你在河那边挖水库，那水库原本水库上游的沉积物要冲到海里面了，它就在水库里面沉积了，就入海就变少。如果变少了，海流带走一样多，影响平衡，这个海岸线就会退缩。如果冲下来的变多了，海流带走的变少了，这时候就会产生海谷新生地。这就有两种不同的因素。退缩5克0你本来处地底下，结果变成在海里。海谷新生地还好，给土地出来就土地变多了。你看那个荷兰还故意建堤坝，荷兰上帝造海啊，造人，荷兰人造陆地，他用风车把那个海水抽走，把它堤防。所以荷兰跟低地国，它整个国家平均海拔是低于海平面的，它就用堤防把那个海水拦住，然后在里面征地嘛，所以这个海岸线的平衡造成。所以保持不好就会影响。其实沧海桑田那有当时大自然也会引起这种海岸线的变化。你从台南万一大家到台南时传说郑成功渡海来台，停泊的地区有立一个石碑，这个石碑现在在台南市的境内，而且是在市中心你跟谁讲到这石碑当初在的地方就是海边现在海边已经好远好远所以这沧海桑田几百年来就产生这种变化这就是海岸线的变化。来52好讲崔伯恩经，咱来讲去台湾53年，他袂后礼拜讲袂了。来，咱讲些大分类就好，543就是原始跟矿物。来，咱有哪会学太极？原始跟矿物有什么关系？原始跟矿物有什么关系？它在同一个太极图里面，它哪有关系它的关系是什么？你觉得它是什么关系？情况吗？来，它们的关系很简单，矿物组成原始，原始有矿物。这就他们关系。举个例子，花岗岩是一种岩石，花岗岩里面是由石英、陨石、长土这3种主要的矿物组成，所以矿物相对是成分比较单纯，岩石相对成分是比较复杂。这个一个区别。评估岩石它的主
它的怎么形成的啊？这个石头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把它分成3大类基本原石。啊，第一种叫做沉积岩，看名就知沉积物。沉积物不是说是什么碎石头、沙或者什么东西，可是这些沉积在地底下加压，它又会重新被压成固体哦。你吃药的时候，其实你有没有发现那个？你如果是吞的那个药锭它本来也是粉末你用粉末去打来，然后用那个机器把它压密之后，它又变成那个药锭了。只是你吞下去后，它会慢慢溶解掉。这个沉积岩，所以沉积岩硬不硬啊？它既然原先碎屑再把它压起来，所以它质地很不硬，很容易破掉碎掉。这个沉积岩的特质，它等于就叫火成岩。顾名思义，它是什么？火，火代表上面，这里的火代表岩浆。你看岩浆算火。你知道岩浆温度多少？2、3千度。你想想要把石头融化，那比火焰的温度还要高太多了。六甲贵，我们用石板烤肉，把一些石板烤到很热，然后你按肉一放下去就熟了。那个了不起，几百度吧。肉下去就可以熟了，所以要把可是那个石头你看不出来，那个石板你看不出来很热那你想要把它融掉，所以岩浆冷却变成的石头叫火成岩，这种是上顶来第3类变质岩。就是它前身是有一类的岩石，可是它在地底的深处受到高热高压的影响，它的成分发生改变了，变成另外一种岩石，一种叫做变质岩。变质岩的前身可能是沉积岩变质来，也可能是火成岩变质来，会不会是变质岩在变质？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变质岩在经过变质作用而产生，所以我们岩石有这3大类，它后面还细分这咱后一来讲各自都还有分类都有矿物的成分。你来看咱课本这个，课本开始。来评下型这3种3大类这咱讲3大类的基本原石。那目前根据什么分的？我们讲分成几类，你都要问一个基本问题：你根据什么分？跟说你哪个人分类有几种分类方式？太多了，你可以根据性别分成男人跟女人，你可以根据年纪分成老人、成年人、青少年、儿童。每一种分类方式，你都要问你根据什么来分。而这3类是根据什么？它的形成原因。你就跟大家讲它怎么来的啦？这原始怎么来的？好，咱今仔小把讲。